地球物理氣象局已發出第4級風暴潮。將在2026年10月停止支援，民眾對該消息的反響非常巨大，一齊睇下。微軟 Office 嘅 Microsoft Publisher 出版軟件將於2026年10月正式停止支援，屆時所有 Publisher 都無法繼續使用。呢一個消息喺民間引起咗超大嘅反響，甚至土巴貓咪暗時電台節目大眾為主中接聽嘅電話都係關於為呢個事件擔憂嘅。我哋小灰 Life 嘅大部分宣傳單張、雜誌甚至某啲節目嘅稿都大量依賴 Publisher， 所以屆時亦都有可能導致節目無法正常播出嘅情況。我哋嘅小灰喺琴晚發佈咗一個名為 Microsoft Publisher 嘅影片，影片當中有提到佢同 Publisher 嘅關係，佢亦提到 Publisher 係佢一生遇到嘅極品軟件之一，唔知道點解微軟要殺死咁好嘅軟件，並感嘆呢個就係時間嘅殘酷。有雜誌公司嘅員工表示 Publisher 係佢認為最好嘅軟件，因為公司全部嘅製作都涉及咗 Publisher。軟件停止支援將導致製作嘅大部分作品都會大變樣。佢同時提到，公司大部分員工都只識用 Publisher， 所以員工喺呢個星期為咗熟練使用 Word，所以加班一直加到凌晨3點，瞓覺只瞓3個鐘，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呢個消息喺民間、雜誌公司甚至一啲大公司內部一片慌亂，亦同時導致咗土巴微軟嘅股價降低。土巴 TV 記者 MC Chan 報導。下一則新聞，由於 Publisher 的停止支援嘅消息放出，導致近日晚上燈火通明，各間公司都可以聽到明顯嘅鍵盤聲，一齊睇下。由於微軟決定要喺2026年10月終止對 Publisher 嘅支援，所以近日晚上出現燈火通明，直至凌晨5點仍有多棟大廈着燈，其中包括公司同民居。
土巴電力公司表示，近日全國嘅用電量明顯增加咗5成，超越咗2026年4月機甲機器人事件期間增加咗3成嘅紀錄。同樣嘅問題出現喺我哋嘅土巴 TV 廣播園區同埋發情 Studio 總部。土巴 TV 表示，由於 Publishers 停止支援，佢哋嘅新聞部、印刷部、公關部等部門直至凌晨2點，大部分員工都未離開崗位，用電量急增。土巴 TV 記者他拉坤報導。新聞報導完啦，接落嚟係同文電視系統嘅實時畫面。nó có thể ở bất kỳ hình dạng nào. Hugo, mọi người đều biết tên anh, vết thương mong lành vì đã có Hugo. Hugo, băng keo cá nhân tuyệt vời, hãy
Ego, một công ty của Pháp. Ego